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我是中保大道团服侍的东港小蜜。因为我的台语毋是真练长，所以可能有一点点仔国语真歹势。我代表中保大道团做分享甲邀请。兄弟姊妹，你会当为着一件代志祈祷偌侪冬？其实阮兜住伫台南要20冬，买厝一直是阮兜的计划。逐个人拢讲啊，着免想遮济，你着冲落就好啊。但是毋是哦，阮兜着毋是安尼。15年来，阮一直会祈祷，一直写台岛卡，搁看厝。但是啊，阮就是无像来遮分享的兄弟姊妹，马上写就马上有。嘛是有兄弟姊妹搁有足奇妙的代志发生伫因身上。15年来一直写台岛卡，而且阮搁爱面对阮兜厝边四围四面八方包围，而且他们就是对我们会做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还是为他们祝福祷告。我大概若是无成就的时阵，我着流目屎，我着问上帝讲，啥那人拢有，阮就是无就有时阵会足励志的。但是啊，阮若是足冲动的时阵，上帝着甲阮阻挡，然后互阮拢无成就。因为阮有一寡代志靠阮家己的主意做，但是呢，阮若靠阮家己的主意做，上帝拢会互阮拄着足无好的代志。所以对买厝无成就的时阵，我着甲上帝讲好，我顺服你，反正已经15冬啊，我知影你一定有你的计划，我愿意等你，所以我着搁要继续祈祷，我要继续等上帝，你的意思，你的旨意是啥物？但是伫今年的4月份的时阵，搁足紧急的，我搁一定爱找厝啊！搁来啊！拢15年啊！我想讲，好啊，搁继续写好啊。然后我着搁入去台岛市祈祷。然后但是即届真正无共款哦，即届上帝伊着通包掌管一切。阮兜就亲像迄互上帝保护共款。首先啊，伊足奇妙，带一个足认真的房屋中介来帮助阮。甲阮即马一定买着厝，阮顶礼拜5摕着锁匙啊，阮拢感觉这是上帝帮阮建的厝。即马上艰苦上困难的代志，毋是买厝，上困难的代志就是贷款。若是大家拢有贷款，你就知影，即马真正是足歹贷款的。但是啊，上帝满足阮所有求的，就是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，让我们可以贷款，就这样贷过去。就是你会感觉上帝拢一直在开路。迄个时阵，我就甲慈宝姐啊做分享啊。然后慈宝姐讲，虽然迄个时阵啊，恁拢买着，拢上帝拢无买互恁买厝，你着感觉讲上帝是毋是拢无咧听你的祈祷？但是啊，上帝其实啊，知影恁的负担甲恁的需要，所以拢会甲恁有备。所以啊，安尼你互上帝保护15冬。即马阮买着家己的厝啊，我着真正有了解到，原来过去啊，上帝的主动啊，真正有伊足深的用意，甲保护伫即个中间。足感谢中保大道团，阁有一个赖群组。然后即个赖群组就是，你若无法度随时会当写着台岛卡，阁足紧急的时阵，你会当透过即个赖，会当马上就有人为你祈祷。即个代志就是我5年前，我的爸爸行人生最后一段路的时阵，我足感谢有中保大道团即个设立。然后迄个时阵，我的压力足大的。
但是我嘛是入去大道时，甲上帝亲近。迄个时阵，甲上帝做伙的时阵，你大道的时阵，你会感觉你甲像充电共款。有诶时阵，我拄甲我的先生陈宏讲，好佳哉，我有参加即个大道团，有即个服侍。经过遐尼久的祈祷，其实我嘛会累志，我嘛会跋倒，但是我感谢上帝透过牧师的讲道，小组长的鼓励，互我会当一直坚持落去，无要放弃，一直信靠耶稣。这里分享一段经句，以弗所书3章20节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其实安尼知影，你祈祷毋是下愿，上帝一定会甲足好的互你，但是你爱需要透过等。然后我嘛有记着讲，因为阮买厝祈祷15冬啊，但是你会讲安尼遮大岛卡是毋是拢爱等足久的？其实无，我嘛是有真紧受着上帝应允的代志，就是我头拄仔讲的，阮爸爸迄个时阵行最后一段路，迄个时阵是疫情要开始足严重的时阵，迄个时阵阮爸爸伫家护病房，一工哪有一个时间会当去看伊，伊住伫屏东，我伫台南，所以我迄个时阵写一张大岛卡，我嘛伫赖顶悬车遐伫顶的为阮祈祷，我求上帝会当帮咱，希望阮爸爸伫最后的时阵，我会当伫伊的身躯边为伊做最后的祈祷。迄个时阵我真正是足无气力的，因为阮爸爸伫家护病房的时阵，其实是足危险的。然后迄个时阵，牧师有讲，俺是上帝的囝儿，俺有互俺的亲人祝福的权柄。迄个时阵啊，我就是迄个时阵，佫无法度互牧师去探访，所以我无牧师讲，安尼我会当为我爸爸做洗礼无？迄个时阵牧师就讲会使。迄个时阵我亲自伫家护病房，甲阮爸爸受洗礼的时阵，我就认为讲上帝一定是拯救伊啊！我真感谢大岛团的同工所有帮阮祈祷的兄弟姊妹，真正足紧急，而且足迫切的为这件事情祷告。其实那个时候时间很短，因为已经病危了，所以好像在9天的时候，就是只剩9天而已。然后上帝就马上就是对这个代志，伊就互阮成就。迄个时阵，我换手为我爸爸祈祷，因为我迄个时阵伫个边仔的时阵，我就感觉讲，伊改成有要行最后一段路的死神啊！我换手为祈祷的时候，我就甲伊讲，你着看到迄个光，上帝会带伊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祷告说，上帝，如果我爸爸在那里的时候，你就让我看到彩虹。然后那时候之后我有看到彩虹，然后我也谢谢上帝，那个时候一定带阮爸爸伫伊的身躯边。感谢上帝听阮的祈祷。最后要分享的就是讲，其实你的祈祷，上帝真正拢有听到，但是上帝有伊的计划。时间的长甲短，毋是真重要的，重点就是讲你绝对袂当放弃。再分享一段经句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6节到18节，要常常的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感谢耶稣。我要介绍咱大岛有3种卡，就是一种的，这蓝色的是事工，你若是有事工的负担，你会当写这张事工的大岛卡，阮会为你的事工做祈祷。然后刷来是这张黄色的其实是兄弟姊妹上常写的卡片。然后卡片顶悬呢有一般甲紧急，毋是讲你紧急，一般就毋是紧急，
要甲你祈祷，就是即个大祷卡按上好，就一届写一项要祈祷的代志。但是你紧急伫一个月，伊来希望上帝会甲你应允的，你就会当交遮紧急。啊，但是一般阮拢，若是你交一般，阮拢会为你祈祷3个月。然后你若是讲，你祈祷的代志有，上帝有应允你，你就一定爱记个写即张红色的应允卡。即个应允卡呢，你会当选择，你会当公布还是不公布，然后写越多应允卡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。新的一期的中保大祷团，阮阁要开始报名。期待呢，你甲我共款加入即个大祷团，互咱彼此的大祷，甲上帝同行。感谢兄弟姊妹听我的见证。